那么首先，那有一个宣布，就是蒋公仁波切呢办公室出了这个第3世蒋公仁波切开示的英文的开示集。那么在这里我算是一个这本书的一个开光仪式，就是这本书是蒋公仁波切办公室所出的第一本第3世蒋公仁波切的开示英文集。那我今天好像是这个宣布的人了。第8世大宝法王所著作的一部叫《直供孔基》这样的一本书，总共有5册，来看一下，就这5本哦。那这是由我们雷士令佛学院所出版的，所以有5本。所以这是由第8世大宝法王敏珠多杰所写的这个《直供孔基》。那这本的注解这本《直供孔基》的主诵的作者是吉田颂公。那这个可能在德嘎斯后面大家可以请那这本书并不多。那这个是藏文的这是补充一下，这个是藏文版。那么在今天，也就是我们第30届的祈愿法会，在我们正行的法会期间的这个课程，那我们会讲的由宗喀巴大师所写的3主要道的注解，简略的一个释文，也就是第1世蒋公罗卓太爷所写的注解。那这几天课程就会讲解的是这一部释文。那么首先我会念前面的一段一些文字，然后再来做解说。
那么首先这一段呢是谈到这个作者，三主要的作者的书圣，那也就是宗喀巴大师。那这一段呢，就是长贡罗卓太爷他自己提到了宗喀巴大师的殊胜性。那我也讲不出能够比罗卓太爷讲得更好的这种解释了。那宗喀巴大师呢，是第40噶玛巴日贝多杰那个时代的人，当时是指历史上提到是在第40访问到汉地的时候有跟宗喀巴大师有碰到。那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从汉地回到藏地的时候有在路上有碰到，但无论哪一种说法，总之他们两位大师有相遇。我在这里也没办法说得很准确。第4世大宝法王当时到了一个地区，那当时呢，宗喀巴大师还是一个小孩子，好像才4、5岁。当时呢，噶玛巴就给了授记说，这个小孩子将来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师，也给了他这个居士戒，然后也赐予他了一个法名，这是在过去历史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的。这是我们刚刚举，这是噶玛冈仓来讲呢，由第4世噶玛巴日贝多杰，可以说由他所授记或者由他所这个认证的这样的一位殊胜的大师，这是宗喀巴大师。那宗喀巴大师还有许多殊胜的传记历史，我现在没办法马上跟大家说，但我可能也没办法说的，如果说太多，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可能会觉得无聊哦，所以就不会说太多。总之呢，它是由文殊菩萨所加持的，然后传承自龙树菩萨的，像一个中观，具备了中观的这样子的传承者。而且呢，在藏地呢，是持守这个戒律传承非常殊胜的一位大师。宗喀巴大师的有一些人呢，对宗喀巴大师的中观见解有一些批判，但是对于宗喀巴大师的戒律的这样的弘扬上，却没有任何人给予任何的批判，全部都是赞叹。所以这一部三主要道主颂，这是由殊胜的宗喀巴大师所著作。接着谈到是此论为谁而著，接着也谈到此论它依据是何部佛经。接着也提到说此论属何范畴。再来也提到全论的要义。接着谈到论点的正行部分，有初义、论义跟末义。在首先初义的部分有分理供文、立誓造论、鼓励听闻等等。
在礼供文的部分有谈到虔诚礼敬至尊上师众。那至尊呢，在梵文中称为巴达惹，意思是使之解脱，意为上师能够帮助对自己有信心的调伏众从与别的轮回和从低下道中得到解脱。或者至尊可称为宿命或本德，意思分别为至和尊。由于上师是包括天人等一切众生的顶严珍宝，因此称为至；由于戒除一切身口意三门的恶行，因此称为尊。上师的梵文原文是咕噜，有深重等等意思。这是由于上师的心识充满了功德，对我们有着深重的恩情。按照梵文来说，上师以为在天人之上。这里的至尊上师是指摄受宗喀巴大师的不共上师至尊文殊菩萨，还有共的上师乌玛巴仁达瓦罗扎主谦、释迦桑波等中维大师。大师以深切的前进三门向他们礼敬等等。接着谈到历世的造论，是说诸佛经典精华以一切菩萨所赞道，欲解脱者之精良，我随己力而宣说。这部典籍无有一漏的包含了诸佛能人王的大小乘经典和论点所阐述的精华义理。它是被能够详细正确分析道和非道的聚会圣者们，也就是文殊菩萨、大车鬼师、龙树、无着等一切佛子菩萨，他们透过了各种方法所称赞的这样一个道法的传统。同时呢，这一部论它是具备了福缘、欲求解脱，并且想要证得遍知佛果者的一个精良，它是唯一的入门之处哦。这主要的道法归纳成为三个要点，也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正见。这三个要点和一切12部经等等经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得到暂时人天的善果和就近佛果的方法。这三个在开始过程和结束一切时候都需要具备的要义，我洛桑扎巴随自己力量所能理解的，不求任何回报的以慈爱之心，对于堪为法器的弟子阿旺扎巴而宣说。接着鼓励听闻的部分，不贪三有之安乐，为暇暇满身具意，行依佛乐之正道具缘者，当喜谛听。现在最殊胜的受法法器者阿旺扎巴为代表的具缘具备福缘的弟子们，你们不贪着，也不单恋天人等等一切三有轮回的安乐，因为你们关键到了，这些安乐其实都是坏苦。你们为了使圆满具足八种有暇之种圆满，并且能够用以修持佛法的这个难得殊胜人生，不至于浪费空过，并且具备意义，因此不依止外道和没有信仰的门人，也不依止虽然属于内道佛教，却偏重于智慧或方便某一边的相似成佛道。你们精勤依止的是能够使30诸佛菩萨生起喜悦之正道，也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正见。对于这圆满一切佛教要义的教授口诀，具备福缘正直而具备智慧的弟子们，你们应当断气三过和依6种想，依大欢喜而谛听。另外这一段也可解释为鼓励谛听3个要点等等。那这个就是前言，以上是前言的部分。那么明天开始会讲的是正文的部分哦。那明天就会谈到3个要点当中，第一个是出离心，再来第二个谈到不离心，再来呢会谈到正见哦。所以后3天是这样，然后第5天呢会给予大家这个马尔巴大师传承的一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灌顶，这是出自嘎居玛兹。所以对于一个想要修持圆满4加行的弟子而言呢，会给予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5天会给予这个灌顶。那么借由这次的机会呢，会讲解一下这部论点。那么为什么今年会要讲说这个3主要道的注解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那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第30届祈愿法会，今年呢是为了意念这个历代讲供仁波切的心意跟事迹，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届祈愿法会的主题。我们常常说要意念一位上师的心意，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也能够证悟到上师他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呢，我们借由这次机会，我们来阅读听闻掌柜仁波切他所写的这样一部论点，透过我们的阅读思维，那我们能够了知到一位上师他要说的法，他的心意是什么，而因此听闻我们也借由而修持，没有比这样子更好的意念某位上师的恩德了。掌柜仁波切著作了非常非常多的典籍，那在这浩瀚的典籍当中，这个广略适中的，而且对于无论是智者也好愚者也好，都会产生利益的，都会有大的利益的一部论点是什么呢？也就是可能就是这一部三主要道的注解了。法王他这么的这样子想哦，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一次就讲解是三主要道的这个注解，那这也是在学院法会组织大家的决定之下，也是我的一个心意，希望讲解这一部论点，这是最主要要讲述的原因。但是呢，这不说也不行哦，就是我第一年呢，其实我来到这里印度呢也有12年了，我这辈子出国2次，然后就是在这12年中我出国2次，是去了美国2次。那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到了洛杉矶吧，在当时呢我下榻的这个旅馆是有钦勒诺布仁波切，他钦勒诺布来了，当时我也第一次遇到他，那我觉得也很幸运的能够见到东塞钦勒诺布仁波切，见到他。那仁波切就说，以前呢隆德寺有这个10号的这样的一个，还有跳枪舞的金刚舞的一个大的活动哦，怎么好像听说是你把他这个，就是说法王您好像把这个活动取消了，好像说不要跳金刚舞了是吗？他就说我也没什么要说，我就见到您，我就希望您呢继续把这个金刚舞能够延续下去。当时我一听呢，我乍听之下呢，我马上就回答他了，好像就刚才就解释了，说没有啊，我们16世法王的时候，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有这样的法会啊。当时我也没想太多，我就直接这样回答了。那我想会不会是可能仁波切搞错了等等哦。但之后呢，搞清楚之后，因为很多人又跟我讲了类似的一些事情之后，很多人就对我说，哦，噶玛巴乌金钦勒多杰，因为呢他变成格鲁派了，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尼玛派不修持尼玛了，所以呢这个莲师的10号莲师的这样一个枪舞，这个金刚舞也就取消了，是有这样的说法。那我当时我就想了，哦，看看原来这样子的一种传言哦。大概是当时东森钦勒诺布仁波切也大概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才会跟我说的，所以的确有些人好像这样讲，也可能是噶举派里面自己的人在说，我从西藏来到了这里，因为我就直接到了达兰萨拉去嘛。那当时呢，本来是说在那里住几个月，然后呢就到智慧林或者就到这个隆德寺，我本来以为就可以去到那2个地方的，但是我哪都去不了了，就留在了达兰萨拉了。所以就在达兰萨拉的旁边有一个这个上密院，当时想也是那就暂住几个月吧。
结果一借租下来就租了12年，结果我都快变成房东了。那因为这个上迷园呢，可以说是我们格鲁派很重要的一座寺院，所以大概很多人就说法王他住在这个格鲁派的寺院，所以有这样的传言嘛。那当然传言知道总是很多的。总之呢，是有人这样子在说，但是我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说那样的传言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样，所以也不需要做那样的解释。但是其实我从小来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都对这个宗喀巴大师很有信心的。我小的时候一有记忆以来呢，其他也都不太会念。对不起，法王是说从小呢，他的父母亲就对莲师呢是很有信心，而法王自己从小也是，好像有记忆以来他最会念的，第一个会念的就是莲师七句祈请文。那你知道我们是这个牧民吗？有没有就是冬天夏天就会换地方住，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不同时间会搬到不同的比较好的地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那时候会抽好像是抽签，就所有的人所有的牧民要抽签去什么地方，那父亲会要去抽这个签嘛，父亲就会告诉法王说，来你就多念念吧，多念念什么呢？就叫他多念念七句祈请文。那我呢，当时就有一个小鼓，有没有？爸爸就去抽签了，因为爸爸要他这个祈求一下嘛。所以呢，法王他说年纪小也不会敲鼓，就用力的敲，然后用力的念连诗七句祈请文。那如果这个签抽得好呢，爸爸回来就说，哎呀不错嘛，我这个孩子你念得不错。如果呢抽了个坏签，回来就说我了，就说哎呀你看你就没好好念，你看吧，害我这个没抽到好签，有时候还会真是找我麻烦。那还记得呢，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冬天住的一个地区我们的那个在家乡就是然后呢就从天空中呢就冒出这个好像烟，就那种黑红的烟就从某个地区这样飘过来。那如果小孩子嘛，当时只是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那个区有一个区长就大叫说，哎呀那个山上着火了，那大概是叫山林着火。那就说哎呀我们的这个树林草原都被烧了，那也就是我们牲畜的这个粮食都被烧了嘛，赶快又跑来找法王说，哎您多念念吧。那法王就想那是很小嘛，他说那我要念什么呢？那他也跑到山上就想说，哎呀那我就念念七句祈请文吧。然后呢念完之后就对天空吹了几口气，也不知道那样吹几口气有没有用，不过反正呢结果这样一念好像有点有效，因为那个火就没烧过来了。结果呢那个区长呢就给了我1块钱呢，就说哎呀你不错不错，就奖励我，给了我1块人民币。当时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样的一个奖励哎呀1块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赶快拿着1块钱跑回家就炫耀说，哎爸妈你看我拿到了1块钱，不得了这可是我一辈子第一次得到的这个奖励那所以这就是这一段故事。所以可以说从小呢就是有念这样的莲诗的祈请文等等。那我们说就是从整体佛教来看，那大家都是对莲师或者
其实我对整体的佛教我都是没有任何分别，我也不喜欢有任何分别这个教派那个教派的。而且其实以藏传佛教来说，各个教派呢，并不是在印度当时就有这样的4大教派传到了西藏，并不是的，而是传到了藏地之后呢，那就有藏地不同的大师传承下来，因此开演出这样的4种教派的。所以呢，从整个法源上来说，都是传承自印度，都是统一教主，都是释迦牟尼佛传承下来的。但很多时候我发觉，我们常常慢慢就忘了释迦牟尼佛了。为什么呢？因为2500年前佛陀也圆寂了，而佛陀开始出来的教法也不断的可以说发展，也可以说分裂成18部派。在印度的时候，那么在藏地来说，也有前红旗佛教、后红旗佛教等等。到了后红旗佛教之后，又发展出分裂成很多不同的教派。那好像慢慢我们也都忘了我们原来是传承自同一个佛陀，同释迦牟尼佛，反而有时候都会觉得，我的比较好，他的不怎么样，这样子各种这样的讲的话就越来越多，这样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常常说佛教为什么会毁坏？我们看佛陀的受记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佛陀常常说，就是因为支持佛教的这些修持者们自己的纷争而毁坏了佛教，其实并不是外面，是自己人。所以这实在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平常也常常说，无论我们情况再怎么糟都不要做一件事，就是不要做毁坏佛教的事情。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不要做分裂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前几天在有噶举冬季辩经法会的时候也提到过，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说一下。首先说个故事因为我是还小嘛，我就喜欢说故事。这是一个日本的故事，有2个日本人在一个餐厅里就在聊天讲话。其中一个人说，哇，我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忍辱还对我重要的词了。另外一个人就说，那首先忍辱呢，其实在日文好像有2个，一个是3个字拼成，一个是2个字拼成的。那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呀，对我来讲生命中3个字的那个忍辱呢，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结果没想到2个人就是在忍辱上就吵起来了。一个就坚持说我2个字是最安忍，我能够最忍辱的。另外说我3个才是最忍辱的。结果反而2个都就吵起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看自己水域藏地的许多教派，其实可能你讲说的方式不同嘛，但其实说的内容都一样，说的方式不同而已嘛。我们常会说，你看你就不按照我说的，所以你不对。那这个是太霸道了，不是吗？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别人讲说的方式也要跟我一样呢？其实只要知道讲说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好了。讲说的方式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很多讲说的方式外在上不同，而造成许多的纷争。同样，我们说在密乘里面有很多的你看在拿着那个灵根杵，有没有密室当中手持灵根杵的方式就有不同了，有的右手，有的左手，有的左手右手等等。所以说什么这个新义密室的是这样子拿着灵杵，旧义密室又是这样子拿着灵杵等等。所以
仅仅是一些你说传统上可能仪轨上的一些不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并不是同样源自于佛陀的教法哦。所以很多外向的不同，或者讲说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或者我们的一些行为上的不同，不要就太执着于自己的是好的，不要这样去想。其实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视线，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因为众生有不同的需求，众生是那么的多，众生的心意需求也都是不同的，各自喜欢的也都不同，所以我们常常会适合他们的方式讲说利益到他们的一些方法，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方法。所以如果只是一种方法，你无法利益到帮助到那么多众生，所以是需要不同的方法，不需要不同的讲说方法的。但是呢，它的本质，我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那其实也不需要对各位多说，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比我年长的哦，也都比我有经验、有智慧，相信你们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也希望你们也能够这样子好好的观察，也都能够知道的。其实我是不需要多说，总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呢，你看我们在祈愿法会期间念诵的这个祈愿文中，就有一些对于这种就是无分别教派的上师们的祈请文，就是各个教派的上师的祈请文都有放在里面。比如说达波嘎举传承的祈愿文，比如说四大八小，就是说各个教派的上师们的这一些祈请文，我们都放在祈愿法本里面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编辑呢？那从这点可以看到，因为这每一位我们收录的祈请文的作者都是可以说很殊胜的大师，都是受到天人所赞叹的大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念到他们的所写的祈愿文，我们真的能在心中种下一个善的种子。而且我们说尽虚空无量的众生，他们都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需求，也有不同的个性，他们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未来，我们也透过祈愿文的时候，我们也发愿，我们也能够像这所有的殊胜的大师们，那能够利益到这样子无量的众生。那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意，所以编辑了这样一本祈愿文，希望大家祈愿法本，我希望大家放在心上。其实呢守护持守佛教的人，不是只是我的责任而已，而是无分你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我们都可以尽一份心力来持守佛教。但是持守佛教，你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方法是正确的持守佛教的方法，不然只是错误的去做而已哦。所以持守佛教正确的是指什么呢？也就是透过了在讲说还有实修这两个方面去持守这个佛教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藏传佛教来讲，你看到它会有两个系统，也就是佛学院跟闭关中心了。
那么在印度来说，好像其实并没有将佛学院跟闭关中心分开，并没有的。那其实都应该是要学习跟实修要合而为一的，但是有的时候在之后就分开了，好像变成两个了，就是这样是不行的。其实呢，学习的人也需要去实修，实修者他也需要有经论的基础的。如果这两者无法具备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是完整的持守了佛教，你可以说只是持守了一半的佛教。那如果有的寺院只着重实修，或者只着重学习经教的话，那你一直变成只是持守一半佛教的寺院了，那这样是很奇怪的。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持守学习还有实修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行者。而当我们身为这样一个持守，同时持守这个学习还有实修的这样一个行者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偏私不要落入任何某一边。我们常常还记得念皈依文的时候，都会说皈依佛法僧，对不对？我们并不会说皈依我的佛，皈依我的宗派的僧，皈依我的宗派的法并不会这么念嘛。换句话说，只要是佛，我们都要皈依。换句话说，只要是佛陀所开示的教法跟正法，我们都应该皈依。同样，僧宝只要是佛教的僧宝，我们都应该皈依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落入到某一边的话，那其实我们甚至连皈依都没做好，不是吗？那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好谈修行了，还装着是我是佛教徒，那实在是没什么用的一件事了。那这样子还不如说你就好好当个世间俗人就好了，那还当个比较开心。所以当我们愿意投入学习跟实修合而为一去做的时候，那更重要就是不要偏私，不要落入到某个宗派某个边去而是要真正整体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然的话，有偏私的话，你不仅没有积聚功德，甚至呢是造了恶业。为什么呢？是造作了谤法的罪业。我这里不是在吓你们那真的是这个样子。什么叫做谤法呢？有一种说法说，谤法的罪业比造作无间罪的罪业还重的。无间罪的罪业是说你会堕入到这个恶道，但是呢谤法的罪业是你是根本就断了种性了，那可能连一点希望都很困难了。当然对于这一点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总之呢，想要解脱也是很困难，就造了谤法的罪业，那你等于断了种性，那要解脱是很困难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已经是修持者，我们也似乎好像也都出家是像是一个修行人了。那因此，如果我们不认真不落实踏实的修持的话，只是装模作样的话是没有用的。那这只是浪费我们的一生，好像自己在骗自己了。因此我们应该抓到重点的去修持。尤其更重要的是，现在一些修行者呢，他也不太看这个经典，他也不会做许多的分析，然后呢就是实修信心而实修。而对于这种学经的行者来说呢，他也不太似乎只在思维上下功夫其实呢，佛学院呢应该是要对于这种取舍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但反而好像很多这种现在的越学经典越多反而越执着了，反而越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取舍，这也真奇怪。不断的看，结果呢反而越来越固执，经典越学越多，越变越固执。
然后呢，嘴巴越会辩论，越会说。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呢，是不好的。所以，无论你是选择要修持，或者你选择要学经，那你都要真正抓到重点去修，这是很重要。我们常说愿心向法，愿法向道，就说只是心你进入了法教还不够，你的这个法还需要真正在道上，就是你要在正确的一个道上，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的心我想要向着佛法，但是你却修持的道是不对的话，或者走了一条崎岖的错误的道路的话，那有时候无法带来利益，有时候反而会带来这个损失的。所以任何时候，当你愿意修持的道路上，都要具备这个不放逸的心。那当然我现在说的好听了，我自己也不见得做得到，也不见得做得到哦。所以也别说太多，越说越多，自己也越不好意思。那么总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中。接着要念的是到此地祈愿文，然后会念祈愿文，然后呢会有一段的禅修。那首先是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